第28條啦，咁佢就話咧，中央銀行下調貼現率啊，咁下調貼現率咧，其實真係代表會令嗰個貨幣供應增加啦。呢個同貨幣供應個關係咧係反比嘅，OK？呢個增加咁 R 就會跌，C 同 I 會升，AD 會升，Y 會升。好啦，咁下列咧條題目就問下列有邊個選項係會令 Y 會升呢樣嘢會削弱，即係反而之，即係其實邊個選項係會令 Y 會跌咧？或者佢同呢度嘅任何一樣嘢係對沖，即係相反咧，咁你就應該要揀嗰個答案啦。咁我哋即刻睇下啦喎。A 咧，咁佢就話數碼貨幣流行，咁數碼貨幣流行就冇人用真正貨幣啦，真正貨幣就需求跌，需求跌 R 跌，即係名義利率跌，利率跌同呢個一樣嘅，咁即係唔揀得 ，OK？ 一樣我哋唔揀。B 跟住佢就話咧有個主要嘅貿易貨幣都係夾過係本國啦，OK？咁夾過嘅一個貿易夥伴經濟衰退，經濟衰退就唔想要咁多嘅入口，咁即係代表夾過出口就少咗 ，AD 就跌喎，AD 跌，咦望翻呢度，我哋本身係會令 AD 升嘅呢個情況，咁同呢個對沖嘅其實直接揀到波㗎啦，OK？唔使推㗎啦，AD 跌已經可以即刻係呢個嘅相反，咁已經可以揀啦，OK？不過都係睇埋 C 啦，咁C 咧佢話放寬輸入嘅限制，咁即係代表勞力供應增加。短期總供應增加 ，Y 會增加，咁同 Y 會增加一樣，咁唔揀得。最後 Dot 佢話呢個令本地嘅基建投資增加，政府增加本地基建，咁啲 I 會上升啦，咁樣或者 G 會上升啦，咁令 AD 升，AD 升嘅話，咁其實 Y 就都會升，咁 Y 都會升嘅話，其實就一樣嘅，同本身嘅政策咁冇削弱，所以就揀 Boy 啦。